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又回到我们的敬拜时间，请各位从座位上站起来，让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邀请各位从座位上站起来。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吃下。再次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让我们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就新皮带，每天要撕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让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哈利路亚吗？阿们！在更多人来敬拜我们的神，神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就新皮带。每天要撕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
稣你是，主耶稣你本伟大，你是配得我们称颂的神。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在生活中一切的主宰。主耶稣求你在生命中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重新有一颗正直的灵。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主耶稣都符合你的旨意。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祈求，阿门。神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里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我们从头再次。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知道我的罪恶在我面前，我的罪恶也藏在你的眼前。神啊，求你不要再次对我显现你的容颜，不要掩面不顾我，求你听见我的祷告。让我们一起向神来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回收你的圣灵。神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因为你鉴察人心。主，你不仅鉴察人心，主啊，你也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你让每一个愿意回转向你的人，我们就在回转的那个时刻，主，我们要经历到主你重新赏赐我们一颗新的心，代替我们原来的那个旧心。
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每一次来到你面前赞美敬拜的时候，主你就再次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主，你对我们的生命有心意，主，你对我们的每一天有主你美好的旨意。主，我们更是要来寻求你，叫我们得偿在主里面那满满丰盛的恩典，带来永恒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大家平安，平安。很开心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个在线上的朋友可以跟我挥挥你的手。因为我们是同时有这个 Google Meet， 还有就是我们的 YouTube 直播，让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一起来线上的礼拜。那在今天呢，一开始的地方呢，也要来报告。那今天的报告呢，一样要先从我们目前教会的消息开始。第一个消息呢，就是呢，我们在因为这个防疫的缘故，所以我们在6月14号之前呢，教会是不对外开放的。那我们在这里面呢，有许多教会内的活动、牧区的活动，或者是对外只要是实体的活动呢，都是暂停的。暂停到6月14目前，那会随着疫情的发展，然后跟着这个中央的指示来做进一步的公布。那如果除非必要，不然的话，兄姐就都不要到教会来。那如果有到教会的呢，也要实行这个10连制，简讯10连制，用10连制的方式。那我们刚刚对，要再讲一下，就是我们的主日礼拜呢，一样是在8点半的时间有华语的播放，然后10点半也有台语的直播。那儿童阿嘎培呢，是在主日的10点，会在他们阿嘎培的 FB 粉专上面来播放，也是很精彩哦。那今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就6点直播，也是在我们 YouTube 频道。我们也邀请你，因为我们也有 Google Meet 的实体的连结。那我们在周3呢晚上也有祷告会，也是这个现场的直播，邀请大家，特别是现在在线上看的每一个人哦，我们很需要来用祷告来支持我们的国家，支持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也支持那个正在隔离中或是正在就染疫风险的这些医护们，求神来保守他们的生命哦。那我们也继续的来报告，就是这刚刚讲到10连制，那还有就是崇拜部呢有这个影音管理小组的招募投影的同工、音控的同工啊。如果你有意愿的人呢，请你向庐山长老来报名，你可以私讯他问他，当然是礼拜结束之后啦。那在这里呢，邀请大家，因为我们一直在为了线上的这个聚会我们的器材呢早就已经有很好的更新哦。那但是也需要一些人，我们一起来共同来经营，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在这个疫情的期间，透过线上的这些礼拜直播等等的聚会，来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持续的能够跟神有紧密的连结。那在财务部的部分呢，因为现在是疫情的期间，所以我们不方便来教会，可以透过线上的奉献。那线上的奉献呢，在这上面有写到，我们等一下呢也会进行这个奉献的时间。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现在把它抄下来。我们上面有划拨的账号，然后也有这个用银行的汇款的方式。那在这上面都有很清楚，然后或者是我们线上周报上面都会有写很清楚的这个账号啊，让我们可以来鼓励大家一起继续的来奉献哦。那汇款之后呢，邀请你要向这个教会来告诉我们说，你汇了什么，然后汇了多少钱，然后这个奉献的项目是什么这样子。那我们在青年牧区的部分呢，我们在礼拜4的晚上呢，还有礼拜天的晚上，都有直播的节目。那这直播节目很精彩哦，因为里面你永远都想不到会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当然是跟我们目前的生活很有相关的。那也在上面呢，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嘉兴来加工不定期都会邀请我们的教会的青年或者是说我们的弟兄姐妹有这样很美好的时间，可以一起来分享聊天，
知道我们的近况，也知道我们怎么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呢往前走。那我们相关的活动呢，请关注我们的 IG CNGH49。那我们上面呢都会有很最新的消息，然后请大家要跟紧，一起来follow 在教会里面传递给大家的这些美好的信息。那我们中山祷告聚集，我刚好说线上的直播在晚上8点到9点半哦，邀请你，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就邀请你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一起来为台湾来守望祷告，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为台湾的医护来祷告。那在第11组呢，吴敏娟姐妹的爸爸这个吴夏南先生，在5月27号礼拜4的时候，离世，那享年是79岁，定于6月15号礼拜2举办告别式，求神安慰的灵与他们每一个人家人同在，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也为这个家庭来祷告，求主真的是来安慰他们的心。那我们在今天呢，因为我们今天接明天是这个6月的第1周，所以我要邀请呢，如果在线上的可以再次跟我挥挥手吗？因为我们也有直播的哦。那如果你是看录影的弟兄姐妹，我这时候也邀请你，不管你是看直播在 Google Meet 里面还是线上，如果你是6月的寿星，请你站立起来。如果可以的话，打开你的视讯，这样，请你站立起来。我们要来唱非常欢乐的生日快乐歌，来祝福你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快乐，生日快乐，耶！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们一起来为6月份的寿星来祷告哦。我们的主，你说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你在我们所走的路径上都滴下脂油。主，你的应许永远不落空，因为你是如此的爱着我们。主，为这些6月的寿星来祷告。主啊，你爱他们的生命，保守他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因为他们仰望你。主，他们的心里就有从来十足的平安。谢谢你与他们同在，持续的来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6月的这一群寿星们。主啊，你按着他们的名字来认识他们，引领他们前面当走的脚步。主啊，保守他们在主你的意念里面。主啊，紧抓着主你来跟随你，经历生命每一次每一处的精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生日快乐！好，我们呢就要来读一下。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喘了，然后戴着口罩讲很多话，真的很喘。好，我们要来读这个加拉太书的6章8节，请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6章8节，再一次哦。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6章8节。我们今天呢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那我们现在在唱这个歌的时候，你可能不方便汇款，但是呢，可以请你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来预备你的奉献，可以把它收好一定的金额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奉献给教会。或者是在你周期有空的时候，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来奉献到教会。那我们一起在这时候来唱这首歌。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善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起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运中这一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疫情的当下也能够持续的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让我们缺乏的时候，让台湾在缺水的时候，主你能够及时的降雨，也让在疫情需要疫苗的时候，主也能够让台湾能够接收到疫苗。主，求主你持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依靠，我们的供应者。主，我们献上一点金钱，求你悦纳，也愿为主你圣工所使用。这样子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一起透过现在网络科技的发达，可以一起在线上有这样实体的连结。那我们呢，要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今天的圣经呢，记载在加拉太书的6章。加拉太书的6章，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荧幕哦，荧幕上面就有显示加拉太书6章3到8节。那我邀请大家，不论你在线上还是在现场的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请，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神隔离。继续在这个顺序里面哦。我在这开始的时候，我要邀请大家来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如果你很常是赖的使用者的话，你应该已经看过。这虔诚的基督徒，讲较早吼，有一个传教士叫做迄个做宋仁儿外省人。伊伫美国查某人啊，甲我共款安摆摆啊，声骚。迄个传教士故事伫遮吼，我讲这故事，还有这自媒还有这虔诚的基督徒。讲较早吼，有一个传教士叫做迄个做宋仁儿外省人。伊伫美国查某人啊，甲我共款安摆摆啊，声骚声。落来台南吼，就落来庄卡要来台湾要来传教，但是伊袂晓讲北京语嘛，所以庄卡就请一个甲翻译。这黑白翻呐，伊怎讲哦？我是宋仁儿啊，伊讲哦，伊是上无灵的啦。伊讲我今天到贵地来布道，伊讲伊是今天来咱家布丢啊。伊讲哦，神是看不见的啦。伊讲哦，神是青梅啦，然后神爱世人啦，然后神都爱死人啦。神是无所不在，神是四界乱蛇呀。伊讲神是最伟大，伊讲神是盖大尾啊，对不对？伊讲哦，孔子说勿道人之短，勿说己之长啊。伊讲哦，孔子讲唔通讲咱较长，别人较短啦。伊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伊讲老母，我敢比你较老。伊讲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某幼，你敢会比我较幼？伊讲哦，三人行，必有吾师啦。伊讲哦，三人去跑掉，大概拢我输啦。伊讲哦，神说爱麻雀二草，有如爱我们的家。伊讲神讲了爱麻雀，免到处来抄不话的赛啊。伊讲哦，我无罪，你无罪，大家都无罪。因为我无罪，你无罪，大家都无罪。伊讲阿面，爱讲阿面啰嗦人。这就是讲哦，若无了解神，就三心误会。我们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想，如果你是这个台语很会的弟兄姐妹，你听你就会觉得很好笑，或者是你看这个上面的字幕，你就会发现说，哦，真的一句话听进来的时候，怎么大家的解读都不太一样。人跟人的沟通，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心里面有一个翻译员。如果你听过世谦牧师在前几次的讲道，你就会听得到哦。有时候我们听见了一句话，会因为你背后的需要，或者是因为你是讲华语的，还是你讲台语的，
还是你讲英语的，或许有不同的语言，你心里面的翻译就会翻出不一样的意思哦。那每一个人收到这个语言的编码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就会开始去翻译。那这个翻译之后呢，所讲出来的可能跟刚开始讲的那个人又不太一样了。所以很多时候会讲什么呢？就是那种事情呢，传到最后有没有完全跟第一个讲的已经八竿子打不着，已经不知道讲去哪里了，鸡飞城市。这个飞讲好，最好是说他第一个讲说那个就是这样，然后因为已经讲了太多人了，然后后面讲到最后已经根本不是第一个人讲的，但是呢，最后一个人讲好像才对这样子。那在今天的这个我们要来分享的时候，我想大家对今年呢，这个疫情在台湾的状况，大家都非常的紧张，所以呢，很多人就想说我们要有这个疫苗，要有疫苗。可是当我们要采购疫苗这件事，哇，心理翻译员每个翻译都不一样，看你是什么颜色，你翻出来的东西就不太一样。就算你没有颜色，可能你翻的也不一样，或是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疫苗，那就不用讲了。所以在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时候，世谦牧师要先来邀请你去想一件事情，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最觉得，如果遇到先闪开就好。如果遇到这件事情，先闪开，或者不一定要遇到，或是我连听都听不到。有很多时候，当一件事实它正在发生的时候，会因为每一个人的解读，我们会开始决定我们的耳朵要不要关起来，我们会开始决定我们的眼睛要不要关起来，甚至有一些事情对你来说，可能它已经把你的心关起来，而且关了很久了。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就算听到了一件事实，我们不一定听见哦。我们可能听不见真相的声音，或者是即使我们听到了，我们仍然不想要面对这些真相。所以在今天呢，我们这个谢谢。当疫苗每个人的解读都不一样，你的认知不一样，你的归因不一样，你觉得它什么价值不一样你之后你的行为、生理、心理对它的反应，有可能就会都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要来分享今天的信息的时候，第一个是牧师要邀请你，我们要来认识，其实每一个人的心跟真相或多或少都有点距离。而第二个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疫苗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疫苗？就是真理，是让我们可以跟这些病毒完全真实的隔离，那是一个真正的疫苗，打在我们身上。而这个疫苗，你不需要花钱买，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来得到它。特别透过今天的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给一群很会遵守规定的人，很知道什么是规定的人读的一卷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时候，想第一个，大家现在如果像世谦牧师现在，因为我这个附近都没有人，然后我要讲到，所以我暂时把口罩拿下来。当一个人他口无遮拦的时候，我想在现在这个台湾当下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在讲今天的这个道之前呢，我也要带大家再次来做一个祷告。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当我在讲这个道的时候，我想上帝透过我来告诉你，同时是我们都要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认罪，也要一起来经历在主里面那个祝福跟恩典。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主你炼净孩子的口，主啊，你也让我们说出的这个信息，主你圣灵亲自的感动，临到每一个在线上、在直播、在 Google Meet、在这个 YouTube 后面的这个聆听者，主你圣灵亲自感动，在我们当中做美好的连结，主啊，这个连结，主是你的连结，在你的里面有那个能够战胜世界的抗体。而这抗体使我们能够
在永恒的时间里面持续的经历主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我们求主你来洁净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口、我们的心、我们的眼，好叫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让每一个人听见自己生命应该要面对，神你预备我们要面对的真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只有用第3节到第8节。我们要在之前的上个礼拜有说到这个神口罩。那说到口罩呢，我们都知道它对防疫有这部分效果，但我们都知道，可能更有效果的就是隔离。而上帝赐的这个口罩呢，它能够过滤我们听见的声音，这是我们上礼拜讲的，以及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说，我们如何使用我们自己的话语来成为别人的祝福，从我们的口说出去。而到了这个礼拜呢，我们进一步要讲到神隔离，有一群人在那里，有的人会被隔离出去。这个隔离是什么样的隔离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隔离，指的不是说有一个人他被上帝划分在外，他被神弃绝，而是他被上帝保护在其中。上帝的心意是要让我们隔离外在的病毒和内在的苦毒。这不只是指我们，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用戴口罩到处爬照，因为上帝隔离帮我们保护得好好，不是这意思。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即使在现在有许多的挑战跟规定当中，我们如何活出上帝的心意。那在今天呢，一开始的经文里面，第3节就讲到了，有一个人呢，他说：“人若无有，自己以为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我今天会用2个版本对照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整段经文。另外一个意思，我邀请大家，如果你在荧幕前可以一起来读：“一无所有而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只是欺骗自己罢了。”这里在讲一个人，他其实以为他有什么，但他搞不好根本没什么。而这段经文呢，在讲什么呢？其实他在回顾当时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的背景。当时的人对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非常的在意哦。我是一位牧师，我是一个有工作的人哦，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份哦，我是一个有什么样地位的人，他们很在意这个。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是什么，哇，那就很惨哦。可能你现在就在想，我到底是什么？或者是你正在想，我不是什么？而在这罗马文化里面呢，是什么的人，他就会因为他是什么，觉得可以拿来夸口，可以拿来说嘴；而不是什么的人，你应该要觉得自己就更小，很羞愧。而在这里面呢，今天的经文可能指的是这些加拉太的基督徒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讲到了他们是什么，可以拿来夸口。我是这个有遵行律法的人，所以我可以夸口。我是这个属灵的人，因为不是说信主的人都被圣灵充满吗？所以我可以夸口。或者是我是在这个社会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我每次讲出来一句话，我 po 一个 IG， 我 po 一个 FB， 就超多人来按赞或推播，甚至会有人来找我做代言之类的。所以在当时呢，是什么的人，他们自然的就会拿出来讲。哦，我是这个罗马的这个辩士哦，就专门来辩护的。我是这个有读书的人，我是这个什么样的官？他们会拿这样的事情来夸口。然而在今天呢，保罗特别用加拉太书来提醒这群基督徒们，以为是什么，我们就开始进入在危险当中了。这个是什么呢？很多时候会影响我们，因为耶利米书有一句话说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可是我们不是什么，不是很奇怪吗？我们不应该是什么吗？在这里讲的是说，我们用我们是什么来去夸口，那不是代表说你是什么，你拿来那个你不是什么就不行这样。
意思就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会站在我们是什么的位置上面去讲，然后呢，特别是会对那些不是什么的人讲。而在这里面呢，神的话就提醒我们，很多人他讲一些事情呢，他其实是想要表达他自己，他以为上帝不会发觉，不会惩罚他内心夸口的罪。其实他在讲的一些事情看似非常有道理，好像都是，但是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诗篇36篇的后面说到，他早已经丧失了行善的智慧。原来你是什么，跟你有没有行善，或许在这段经文来讲是一致的。而在接着呢，第二个呢，我今天也会分享3种人。第二个呢 ，OK， 那我不夸口，那我就随便说啊，人家跟我讲什么我就随便回他，或者是我看到什么我就随便讲讲，也不一定是随便呐，有时候是随意，我只是不经意的讲了一件事情，我只是不经意的跟人家分享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也还好吧？有必要这么生气吗？有必要这么的难过吗？有必要这么的什么之类的？特别在现在我们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只能在线上的时候，可能发一个图文，可能发一句话，可能只是以为的开玩笑。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继续讲到，我们一起来读现代中文译本的版本。下面这个好了，请每一个人都应该审查自己的行为，如果有好行为，他可以引以为荣，不需要跟别人的成就相较量。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那这里可能是第一个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因为他在这边讲说，如果一个人他审查自己的行为之后，他可以为了自己有好行为引以为荣，他不需要跟别人的成就来较量。如果我们只是单看这个中文字的话，我们会想说，这到底在说什么？这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在每次读经的时候，我邀请大家，如果你刚好正在读一卷书，譬如说现在我们在读以赛亚书，你要稍微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你可能会更贴近那个经文要讲的心意。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要稍微回顾到一下6章1节说的话。其实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在回应当时的经文背景哦，因为在信仰群体当中呢，有人他已经犯了罪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对加拉太教会人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被过犯所胜，如果他偶然犯了过错、犯了罪，你们这些属灵的人，意思是说你们这些属神的人，要用温柔的方式、温和的方式，用让人能够走向神的方式来纠正他，来挽回他。然而接下来的那句话才是重点啊，因为当我们容易看到别人的过错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开始会觉得，对，我是对的。所以你们自己也要小心，免得也受引诱。在这里，弟兄姐妹可能会因为对方的过错而觉得自己比较好，然而在这里却提醒我们说，这才是我们生命被罪恶引诱的开始。我再一次的回去刚刚的第4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在查验别人的同时，我们有没有同时查验我们自己的？这样，我们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了，不在别人了。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夸的是在自己跟自己比较的结果里面，自己跟自己对齐的结果里面，发现自己可称赞的好行为。而这样的标准是什么呢？在这里不是以别人的错误为标准，或是以别人的对为标准，而是以神的标准为标准。在接下来讲到的话，我会继续说到，在这边呢，我就要来举个例子。这个人呢，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在讲谁。这个，不一定啦，因为以前画都画很像。有一个王呢，他就告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他拣选招来的人哦，可是他后来却一直追杀他。这个人就是扫罗，而这扫罗呢，在这个追杀大卫的过程当中呢，有一天大卫有一个机会可以来杀掉这个要追杀他的王，但是他没有那样做，
因为他知道今天这个扫罗能够做王，他性命仍然存在，是因为有一个保守他的上帝。所以他没有动手去害他，但是他让扫罗清楚的知道，我是有机会害你的，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你的生命、你的王位是上帝拣选的。而在这时候，扫罗他就回应了这个大卫，他跟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哇哦，这个比较的公义出来，我比你公义，你比我公义。可是，在接下来呢，在这个大卫他查验自己行为的时候，也是我们今天诗歌有唱到的，就是在他犯下那个跟这个有夫之妇发生了关系之后的认罪，他跟上帝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跟谁对齐？如果今天大卫是面对扫罗，他大可不必认罪，因为他的比较值就在那个有限的人身上。然而他知道，他的生命如果要活出从神来的公义，他需要寻求的是上帝的帮助，而不是他自己以为是什么。在今天的最近我们在读这个在教会组迦南之声，听迦南之声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有读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讲上帝的受膏者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在那个人家的困境处境当中，或是在他自己的困境处境当中，他选择不说一句话，不说那毁谤的话，甚至他也没有说出他自己为自己申冤的话。即使他是当事者，他仍然顺服上帝的工作，到死为止。而在这段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为我们付上代价。他为什么会死？因为他要为我们的过犯被置于死。而我们很长时候面对我们自己的冤枉，面对我们自己的限制，我现在就是想出门，我已经关在家太多天了。拜托大家，我们的忍耐，我们的受苦，或许不仅对我们自己有益，也对众人有益。但你有看见那背后的真相吗？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来去做这样的选择。而第三个，继续讲下去，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的第7节说到，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现代中文译本，请。你们不要自欺，也不要欺骗上帝。一个人种什么，就收什么。在这里，自欺的意思就是欺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欺骗人、欺骗神、欺骗这个动词。一个人不要骗自己，也不要骗上帝。骗人或许比较容易，然而很多的人，我不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你自己去数算一下，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不愿意去面对，或者是你一直在骗你自己的。很多时候骗别人，我们会很有感受，或是别人会很有感受。可是我们骗自己的时候，骗到自己久了也麻痹了。然后在这边却提醒我们，不要自欺。面对别人的过犯，我们不要自欺，我们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而在这段经文里面，或许对有一些人来说，这些话你会这样去回应哦。当一个事情它发生的时候，我下面举5句话，是不是你生活中常讲的？然后你去想一下那个原来的情境在讲什么，然后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在骗我自己？譬如说，你常跟自己讲说：“哦，这个我没问题，这个我没有问题。”或许别人有问题，你没有问题，可是不代表这件事情你没有关系，只是你没有问题而已。而可能有些人很常会去讲说，这又没什么，这只是我处理方式的一种方式。
我每次都是臭干屌，然后我讲完之后我就开心了，这是我处理事情的一种方式。我就是这样子放到有一天，我觉得需要处理的时候再来处理。这就是我处理事情的一种方式。弟兄姐妹，这是你生命中的真相吗？或是第三种，常去做这个跟别人的比较当中呢，会去讲一句话说：我又没有像别人那么坏，我没有像多数人那么坏，我就是那个少数比较没那么坏的。那或许对更少数人来说，你也在那多数当中，你也是多数人，没那么坏，这样。那更少数跟你讲说你没那么坏，或者是你常会讲一句话，就是任何时候我想戒都可以。你知道吗？在这里我要特别对在镜头前面，如果你最近因为疫情开始大量使用3C，甚至黏在3C 身上，然后你完全没办法离开，然后跟你父母没办法讲话，跟你家人没办法讲话，或是你可能一个人自己住，但你是没有3C，你就没有办法睡得着，你也吃不下或者什么的话，牧师要提醒你，很多时候是我想戒都来不及。神的话帮助我们去面对生命中的真相，不是要让我们陷入更惨的境界，而是要让我们在这当中去找到能够活出健康生活、生命的方式的途径。疫情不会是我们3C 上瘾的借口。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或许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时间来做更多你以前想做但没有机会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在3C 的身上。那在这里面，可能有些人说：“那我就把 Google Meet 关掉啊。”牧师叫我不要在线上，也没有这么意气用事好吗？人不要自欺哦。那第5个就是呢，到最后有些人就讲：“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样啊。”可牧师也要提醒你，你不是从婴儿就这样，你婴儿那时候绝对不是现在这样。我们会成为现在的样子，是一大段时间的累积。然后我们未来会成为什么样子呢？也是我们现在这时候连同过去继续的累积。而这个累积呢，可以带领我们突破我们自己人生命中的限制，但也有可能让我们陷入那更糟的境况里面。在这里面呢，刚刚讲到这个5个防卫机制哦，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教会历史上面最有名的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就很知道怎么骗他自己。也不是骗他自己，或许他当下没有骗他自己，但他真实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以为他有的，其实他没有；原来他以为他是什么的，他其实不是。他跟耶稣说：“众人会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然后耶稣就回答他说：“这个鸡叫3次以前，你都不认我，这样。”然后接下来你知道吗？当一个人不够认识他自己，或者是他不太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或者是他生命的限制，彼得这时候还回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而且不是只有他讲，旁边的一堆人一起跟着他讲。但是我们透过历史的事件，我们都知道，讲了这个话，可能是夸口。可能是随口，可能只是为了想讲，多讲一句，这个讲一下这样。然而事实上，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没有那样做。在这里面呢，神的话其实在的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那个当下会做什么样的决定。或许有很多人会说我身不由己，不过这个身不由己是从哪里而来的呢？在今天的这个我刚刚讲到，我们最近在读这个以赛亚书里面53章的10节到11节，里面讲到说，这个弥赛亚他接下来要挨打受苦，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他的死是要带来这个赎罪的祭，他会看到自己的后代，借着这个人，他要实现他在这全地的计划。然而这个计划要让他经历到痛苦，
不过他的仆人们要重新得到喜乐，因为他知道这个受苦不是突然的。公义的仆人将因认识我而使众人成为义人，为了他，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当我们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这段加拉太书的经文就在对我们如何面对正在过犯当中。或许你生命当中，你可能会遇到疑似确诊的人，或是他真的确诊了，或是因为你被隔离了，或者是你就是那个人。然而，牧师要跟大家提醒的，或是分享的是，其实这段经文在讲的是我们怎么样把那个犯错的人，或是活在错误当中的人，或甚至活在那个离弃神的那个人，如何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其实可能上帝要先问我们的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先查验我们有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在做许多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自以为是的眼光，自以为义的眼光，自以为安全的眼光，自以为自己是干净的无害的眼光，在面对那个可能有害的人吗？在这里面的经文，耶稣他透过他自己的这个生命的经历，让我们看见他并没有大张旗鼓说他是冤枉的。他知道他在这里面他的角色，他的角色是要让人因为他而得着上帝的赦免。他的角色是因为要让人因为他也成为被上帝隔离起来，被上帝保护，被上帝安慰，被上帝医治的人。在罗马书里面就有讲到，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每一个人都得罪神，不过却因为这位耶稣他设立挽回祭，让每一个人可以因为相信耶稣的缘故，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他里面被他称为义，被他称为那个合神心意的，被他称为那个被上帝隔离起来，被上帝从这个好像人丢弃，或是自己被丢弃，或是你是丢弃别人的，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在他的保护保守当中，使我们能够与这些外在的病毒，外在的，我讲的病毒不一定是讲 COVID-19， 可能外在的病毒是你生活当中那些不属神的生活方式，刚刚你内在的苦毒，可能是你内在很多我们用比较年轻的讲法，就是脑补。你脑补了很多不属神的思想、意念、意志、决定，然后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就这样选择，使你跟神的关系明明就是神要保护、保守我们与那些隔离，就我自己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我自己与神隔离了。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说到，他要把我们挽回回来，怎么挽回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口，而这个保守自己的口是在主的智慧里面，我们知道如何来保守。在今天的经文第3节的前面就讲到说，我们要彼此分担重担，把这个人挽回之后要彼此分担重担，因为这样是成全基督的命令。基督的命令是什么？是守那些旧约的律法规章吗？在这里讲的是基督的命令，就是我们最知道的大诫命，爱神跟爱人。爱神跟爱人，爱神跟爱人会因为现在没办法实体聚会，没办法实体相聚，没办法爱神跟爱人吗？我想这个真相你很清楚。那在这里面呢，更是提醒我们，在这个过程里，每一个信仰群体，不只是我个人，我们或者是你们，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的隔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神的话语里面，要经历在他的里面，我们是一个群体，分担彼此的重担。所以在教会呢，会利用这个使用这个我们得来的一些资源。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努力来奉献。不管是在现在有很多的人
或许你比较有资源的，邀请你要更多的来奉献，因为在我们的社区当中，有许多的人，他们真实的遇到了经济的困难，他们遇到了这个物资的需求。那我们也透过教会也透过了最近的这些小组连接起来，各牧区，我们就向这个有需要的人，用适合的方式来去帮助。那求神真的给我们一个眼光，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怎么样是适合的来去帮助每一个人。而第二个是在我们的口要谨守起来，因为上帝让我们在这当中是经历到自由。一个能够被上帝的保护、保守、隔离的，我相信在这里面是自由的。所以在这里面，这段经文就讲到，在道理上受教的，会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在这边讲到，在基督正道上受教导的人，应该和教导他的老师分享一切好的东西。在这里讲的意思其实很直接哦。其实保罗意思很直接，是讲说，你要用物质、用美好的东西照顾教导你的人。在这里，我被一件事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自己放在那个就是领受的人的位置，你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弱势的位置。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应该要接收东西的位置，然而在这里的教导是说，你也要去照顾谁？其实就是照顾你的人，譬如说你的父母，譬如说你的牧师，譬如说你的小组长，在他们继续关怀牧养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是你要去关怀的人，因为第2节有讲到嘛，要彼此分担这个重担。然而，在这里的重担指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只要你是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乏，都有他的需要彼此在主的恩典当中来互相的分享、互相的照顾。而在这个地方呢，也回应到加拉太书5章13节说到的：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而不是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顺着情欲撒种的，要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要从圣灵收永生。如果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过现在的生活，那他会因为这个他投资的这个情欲，他收到自己的结果。然而是因为为了圣灵的喜悦，为了神的喜悦而做的每一件事情，你要在未来或是甚至是现在，你就收取从神来永恒的生命。在这边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他在问的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对加拉太书人来说，这群人他们听到了一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告诉他们说，每一个人都要符合旧约的律法，你才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然而保罗来，他就告诉他们说，不是透过律法，而是透过神的灵，透过圣灵，透过基督的信实，每一个人可以经历到永恒的生命。不是透过我们做了什么行为，好像我们有那些行为，所以我们是干净的，所以我们是被分别，好像高人一等的，所以我们可以平安度日，而其他人就擦擦力气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这里讲到说，得着这个永恒生命的人，更是要去数算自己的日子有没有在圣灵的当中来去行动。在这边最后一段话说到，必从圣灵收永生。另外一个翻译说，他会从圣灵收取永恒的生命。什么叫永恒？永恒的生命指的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品质。你的生命有这个品质吗？即使过了很久很久很久，你的那个品质仍然在，是死亡不能够破坏的，是短暂的失误没有办法击倒的。或许你从小到大第一次经历到这么严重的疫情，不过神却告诉我们，有永恒生命的人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因为你的生命品质是永恒的品质。你有这样的品质吗？那我们更需要去面对我们生命的真相。我们不再用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好像有什么，我们好像哎呀没什么，去决定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在疫情当中，我想现在很实际的这些事情，你也可能都已经听过了。不过牧师还是要再分享一下。我觉得在疫情当中有很多事情可以在这时候来去学习，譬如说，因为要隔离的关系，你可以开始学习怎么跟自己相处。有些人他是没有办法跟自己相处的，他没有办法一个人，他觉得一个人太可怕，一个人太孤单了。真的吗？当你在对你自己说话的时候，其实也是2个单位。你有没有办法跟自己相处？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跟机会。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是跟你的家人相处，跟你的神相处。有些人他跟家人也没办法相处，他回到家之后呢，家里有几个人，就有几只手机在他的面前，甚至连讲话都是传讯息的。你有看过这样的家庭吗？或许这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坐下来好好跟家人聊天。譬如说，一起玩桌游也是一种方式。分享最近的这些喜怒哀愁也是一种方式，甚至你们可以建立家庭祭坛，一起来为你们今天看到的新闻，你们今天惧怕的事情，你们今天觉得咋就是讲不出来就委送的事情来祷告，或是来分享，透过长辈或晚辈的经验。我在这里讲的不是只有年轻人会一直用手机哦，其实在疫情当中你会看到很多长辈回到家没有话说，也是一直拿着手机在看。看到睡觉之前，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需要重新来学习，也可以在这其中去锻炼读经祷告的纪律。疫情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生活的这些 schedule 这些模式，能够改变它是你自己。其实疫情不是真正影响你的原因，你才是真正影响你的原因，你知道吗？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他很会利用时间，他发现他竟然还有一些剩余的时间，或是发呆的时间，或是零碎的时间，你可以在这时候来学习你的第2专长、第3专长，或者是建立起你生活新的纪律、新的方式。求神帮助我们，神的话语能够让我们隔离生命中的病毒，不管那个病毒是什么。而神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来顺服真理的带领。我在这里讲的是，我来把口罩戴起来。我在这里讲的是，当我们领受这些神的话语之后，其实神不是要让我们过一个只为自己好、只让自己舒适的生活，而是他邀请我们能够彼此来一起担负在现在这个重担里面。我相信在这个礼拜，大家都被一个新闻很感动，就是这个一直在东京奥运到底要不要办的争议当中的日本，他们竟然送了疫苗给台湾。很多人会说，因为他们感念过去台湾对他们的帮助，我想或许也是。然而，即使在现在的境况中，我相信日本也没有比较好过，但他们愿意这样做。有很多人会用很阴谋论的方式去论述。那牧师想要表达的，不是要去为什么样的立场去说话，而是我要邀请大家去思考，如果你今天也像日本一样，你正在一个挑战跟困难当中，还有没有什么是你可以为别人而做的？还有什么事情是你可以为别人来守望祷告的？也或许你比较有资源，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可以提供协助的？我们真的是要来神的面前，
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真相。当我们再一次的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我邀请大家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求你不离我而去，跟随我实现你的容颜，不要掩面不顾我，求你听我的祷告，让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神啊，求你为我，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这个时候，我先邀请大家，我们来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现在这个祷告，我邀请你，你可以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为你自己的生命来祷告。牧师没有办法测透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可是神其实都看在眼里，他知道。上帝给我们的生命，不只是要让我们保命而已，因为我们都知道，再怎么会保命的人，他最后还是会面对到死亡。然后上帝给我们智慧，他亲自来帮助我们隔离，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回应他的心意，更是在这个时候可以让我们重整我们自己的生命。我邀请你，在这个时候，我们用1分钟的时间，在谈的时候，你继续为你的生命来祷告，你就为你的生命来祷告，求神给你一个从他来的想法，提醒、安慰、鼓励你的生命走在他的心意里面。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主啊，为他们的生命来祷告，继续的来祷告，开口来祷告。神看见你的需要，他知道你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我们不看自己过于该看的，我们也不自卑，好像自己什么都不是，而是神他要鼓励你的生命，他要激励你的生命，他要让你在每一个时刻里面依靠他来经历，在主里面重新得力。我们再一次用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恢复在他的里面。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知道我的罪恶在我面前，我的罪恶也藏在你的眼前。神啊，求你不
次对我显现你的容颜，不要掩面不顾我，求你听我的祷告。我们一起举手来唱。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让我知道那正直的路怎么走。主啊，你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是有你同在的，让我们常常在你圣灵的提醒当中，持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我们持续的来唱，神啊，求你为我们，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神永不丢弃你，神要挽回你，神要接住你，神要保守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神啊，我们再唱一次。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主啊，你亲自成为那隔绝我们跟罪之间关系的主耶稣基督，你用你的宝血涂抹遮盖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进到主你的里面，在主你的里面被主你来保守，被主你来隔离，隔离那外在一切的罪恶试探，也隔离我们内在恐惧苦毒。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更多来向你来祷告。主啊，你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即使在现在生活的不方便里面，即使在现在好像有很多事情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即使在现在不知道未来的出口在哪里，主，我们要重新转向你，求你赏赐我们有一颗正直的灵，有一个清洁的心，叫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主你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我们在主的面前，愿天父的慈爱环绕你，他的信实保守你，愿耶稣基督救恩复庇你，如同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你的生命，遮盖你，让你在他的保护保守当中。愿圣灵的提醒天天临到你，好叫你的生命不活在罪恶、谎言、控告、辖制的当中，而是在真理当中得着完全的自由，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上帝是做新事的神，求他给你有他的智慧，知道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每天活出新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替代，每天要吃下。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替代，每天要思想。一起来宣告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
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新的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的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一起来拍手。耶！归荣耀给我们的神。牧师要祝福你，因为有上帝的赐福，我们到哪里都是平安的。因为有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困境难处里面，上帝都要让我们与他一起来得胜有余。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愿上帝赐福你。耶！